立華倫絕壁，好壯觀。各位早晨，秋至到早晨，俾大家望一下露台嘅日出晨光。旅館仲會提供黃花魚鍋早餐，暖粒粒，好好食。食完早餐就收拾行李上路，會先出發去一條唔喺偶來路上嘅秘境。韓國濟州偶來之路第13日，我嚟到立華龍。欣賞立華倫絕壁嘅最佳位置就係去對面嘅龍棲池山頂啦，一路10級而上。喺龍棲池登頂，望返對面就係立華倫絕壁，好壯觀。當地人都會稱呼對面呢條懸崖步道叫做立華倫天路。等我都過對面登頂，體驗一下呢條天路先。哇！呢條天路果然名不虛傳，勁陡峭，絕對唔容易行。睇我就知，行到面容扭曲。不過登頂上到去都覺得一切值得嘅。喺立華倫山頂可以俯瞰飽覽成個秋子島嘅景色。不務正業，行完呢個唔係偶來路線上嘅景點之後，繼續上路，同時準備同我最心愛嘅秋子島作最後道別。有2條龍夾道歡迎我，於是我已經到咗最後一個蓋章點嘅大王山登山口啦。上到山頂仲可以擊鼓慶祝完成路段。上到山頂感慨咁樣回望一下四周嘅風景，準備落山，然後行到去碼頭等船咯。時間尚早，仲可以揾一間咖啡慢慢嘆下先。落完一半山，突然之間醒起仲有一樣嘢未做啊！頂，仲未蓋章啊！地圖顯示蓋章點喺山頂，但我一直都揾唔到。前前後後來回咗3次，我終於喺另外一個地點揾到蓋章點啦！我真犀利！